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。释法折言37。夸己赞长，乃己之短；夸辞之出众，或反之，不与喜之，弗为助之。凡是夸赞自己如何对如何好，如何了不起的人，实际上这类人已经有很大的错处了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，落入错境，并且知道也不承认。因为他说他自己什么都好，自己什么都行，他怎么会承认他自己有错误和缺点呢？但为什么这种人处于严重错误之中呢？因为他夸赞自己，喜欢炫耀自己的长处，而不说自己的短处。众人听了以后就会反感他，就会不喜欢他，就会觉得他骄傲自大，不可接触，也就不会帮助他，所以说对他是没有好处的。由于自己的夸辞而造成对自己的不利，这正是他的错处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